我愛學客家，也愛學毛。我會講客家，也會講毛。會講客家到底有乜嘅用？玩我母語，玩激動。家庭片。我当然自己会觉得说我是客家人，我应该要说客家话。但是说如果这句话从别人的身上讲出来，我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压迫我？认为自己的孩子要传承客语，有那么多的人，但是自己却不跟孩子讲客语。他们好像就是可能是一个偷懒的心态。然后我从小说闽南话的几率大于客语。班上突然大喊一句闽南语，可能就有人可以马上蹦出来回你一句话。但是如果你在班上突然大喊一个客家语，他们想说你在讲什么鬼啊？你知道我在职场用多少客语吗？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向義奎，歡迎收看廿禮拜嘅社會事件簿。1988年10月28日，你出現台灣就是以來最重要一場社會運動，是反我母語運動。以下係反我母語30年嚟，你母語哪轉來嗎？社會事件簿2禮拜開始，連年糧食搶到台人，躺一下都在台人有辦發現你社會安多問題。所以在現場就可以看到，以下兩世界社會，記得後背嘅世界社會阿妹，你講母語阿妹嘅位，然之後阿妹搶到現場來，然後還搶到世界貼片裏邊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來自苗栗嘅孫怡琪，你下到後備飛工作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賴飛蓮，我同初中共有咩啲苗栗啦，我也都正態英文類。大家好，我係陳碧嘅，以下對新中世嘅用戶嘅時候教書，我同前面嘅兩位講聲我嘅腔樣哦，咩腔樣來自苗栗。大家好，我係土水中阿忠哥，我來自龍潭。中山語嘅美妙的哦，我人美妙的，我係新中博山人哦。來，上個禮拜講到行業傳訊，看一傳訊的理由是阿公傳本孫悟係馬莎咧，睇個樣片過來回顧一下。眼聽見有人呢行了10分鐘，出到家阿公嘅屋下咧，一下來看下咧，阿公對社會學客家嘅看法係樣嘅喏。阿公，一下有問題會請教你。做話嘅人哋會好愛好客家話咧，我嘅環境都冇講漢語啊。但是你哋啊環境冇相關，但是你也讀到漢語，你是愛講下。因為我嘅漢語，古時候我讀到漢語嘅時間，我會講下。對，你也讀到漢語，你是來講下。我做得唔好客話嘛。做唔得，因為你係漢語嘅模嘅，你轉去你路面行嘅時咧，擺個過拼湯，係冇咯？你擺過拼湯，該是反覆嘅湯口嘛。你因為講漢語轉去擺過拼湯。你看到嗰邊湯，你會排泄啊？唔過，你會排泄啊？人哋嘅子孫都唔會講嘛，人哋都唔教。是講屋卡最好從頭班就，你講全部講較好多，但是以下是講建議也好多，全部就係講咧，我學過什麼講咧？係啱嘅時間咧，你係嚟請阿公嘅時間，阿公是底下嚟啱冇人講。好咯，冇人講建議咧，全部人講下。嗰度也係一個愛傳承下去嘅。係，愛傳承下去。有冇傳下去做唔得？啱知啦。團體家下街團對話係咪大家嘅認識，讓我強咗聽到到冇呢阿公嘅做唔得，嘅三隻是當個。聽到阿公講，客家人一天。外講客，兩幾位，我哋看一下。其實從冇呢次開始表態咧。祭祖時聽長輩念祭文，從聽不懂到聽得懂，會感到驕傲。其實是因為我每年清明節的時候都會回新竹的鄉下的祭祖，我是新竹人。拜拜。然後
从小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念什么，可是阿公就会叫我在旁边听，就说你听一听就会知道了。直到我就是从上课语课，然后到现在，我越来越听得懂他完整的那个。虽然每次就是因为每次都念一样的，所以我就会越来越听得懂，就会感到我身为客家人，这是我的骄傲。俩算是崭新俩派讲法，冇那是安用上的。哪一方面，你看到？秀秀。客语不是我们从小说的话，这样说会让孩子反感。重要的是说这个语言的心情。我当然自己会觉得说，我是客家人，我应该要说客家话。但是说，如果这句话从别人的身上讲出来，我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压迫我，就是一定要我做这件事情。但是就像小孩就是很皮，就是不想做这件事情，你越叫他做，他就不想做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就会失去学习客语的动力。先从有一些应该那个适中出来算是长辈，我们听一下，比方说，做乜讲系你学客家话，你也去发是懂好嘅解释，係咪客語嘅態度也係咁樣？我想吼，當然你講客家話，你係作為人嘅基本嘅權利嘅，係。唔過我愛提醒一件事情，就講，因為做過調查吼，對於客家人咧，第一個特徵係乜嘅？就係客家話，所以等客家話冇睇嚟以後，唔出上嚟咁係要客家人，嘅客家人傳統嘅文化行出冇，佢哋就唔睬咯，因為語言路向佢推保嘅係當重要係兩隻族群加基本嘅文化。那作為家長的人，怎麼看待這一句話？老師，你也係搞行業欣賞嘅吼，係咪？你客家人是一聽二講客家話，哦，冇一聽，哦。一害没有这种环境，所以你要讲其实很困难。可是呢，我觉得他可以关注客家事务，然后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，有这个心意跟态度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谢谢。什麼欣賞嘅分享？哪一個欣賞？你請教一下陳欣賞好嗎？其他都新北市搞行業。基本上我嘅看法係應該安尼冇錯，因為自家嘅母語自家教，不過我唔可以用硬嘅口氣來老細年講，因為就會從學就講啊，其實有嘅細年他會有那個反彈的心態，會覺得你好像強制要壓迫，尤其是到高年級嘅下。喺上一台，你雖然係睇年期嘅吼，你攏係用下接拳，你自家有冇人看安樣嘅？其實我從細我阿婆就會講兩句話。哦，你也係咁樣嘅啊？漢人就會講客，唔家就會講漢就會漢人。我從小環境，我哥哥和我妹妹完全一句客家話到現在都不會講，因為在職場上完全用不到，所以他會覺得說，你知道我在職場用多少客語嗎？對啊，對他們來說，就是職場上完全用不到的語言，就是一種講難聽點就是沒有用的語言。所以根據那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，我們每天都有至少好幾種語言在不斷的流失下去。那剛剛很多的老師也都說，一個語言消失後，這個族群它就等於是一個不存在的族群。世界上的語言快消失，你們知道現在全世界大概有多少種語言嗎？大概差不多6000多。那到這個世紀結束的時候，你們大概都有機會，因為現在人都很長壽。到這個世紀結束的時候，大概會只剩下幾百種留下來。所以，如果我們不必這麼沉重的去看說，因為我是這個客家人，然後我就必須要講客家話。我們佔了一個很大的優勢，是因為你是客家人，所以你可以很容易比別人有學客語的優勢。而且，你如果會講這個客語的話，你可以把客家族群的這個文化給傳承下去。你想到這件事情，很多動作現場的來賓講，我們講到理論面、理想面，你看下實際嘅場控、實際面。嚟，還會回去把空年作為調查，小孩子寫哦，傳承行業哦，85%以上的父母覺得自己的小孩要傳承客語，記清楚這個數字哈。同年的調查，我們看到他們問同一批父母，認為他們應該要傳承客語的父母，卻有83.2%的人不跟自己的小孩講客語。這兩個數據，你的感受是什麼？就是覺得差很大。怎麼個差？認為自己的孩子要傳承客語，有那麼多的人，但是自己卻不跟孩子講客語，那他們到底是要誰去傳承客語？沒有人。你猜他要誰教？學校或者是其他人。他們為什麼希望他們傳承客語？可是他們好像就是可能是一個偷懶的心態，就是能
能不要就不要的感觉。一听到讲客家话哦，哈，记得哦。他们不是这样，他说一定要讲客家话哦，哈，你要讲客家话，还不是让你用客家话讲。大人们，哈未必事先做了调查時，看到嘅結果，哈未必嘅時節有乜嘅唔哋嘅想法係乜嘅，做乜嘅呢嘅行業客家人台灣嘅社會會呈現安嘅結果。其實有一個一個現象係真嚴重嘅，就是講都不看因為唔可以同細人講客話，有一種可能，一隻爸爸媽媽佢唔曉得講客嘅，嗰還有聽呢種狀況，像阿布卡就係細人嘅爸爸佢唔曉得講客話，所以當資源唔到不卡對方，唔可以用平常時可以用客話就會較困難，所以用解釋學教對方嘅學習就變到更加重要嘅。很多父母自己不會講，他有那個期待，就是因為或許因為自己不會講，我更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會講。這是我們調查所有客家人的狀況。現在拿起你的手機，包括4位，你自己家裡的狀況。第一個，不係阿爸阿媽做親會講，也從頭會老寫我講。第二個，也愛會講，唔過閒地講，冇從頭講。第三名看到，也愛唔愛講，唔過當有心，只能老寫我講。因為當然係也愛即刻唔愛講，佢唔愛講，你有冇興趣講？佢當然是冇想愛學，唔想愛學。來看投票結果，從面大部分呢，家長會講，唔過從面冇從頭講。我先請教茉莉好不好？茉莉的媽媽剛好有在線。對，我是那個屬於斷層的，就是我們可能小時候就沒有接觸到這一塊。那因為我的媽媽是閩南人，是對，那我父親是客家人。哪裡的客家人？新埔。新埔。對，新竹的。哦，新竹，我們新竹鄉親的。沒有，我都喜歡，我都喜歡。是，我覺得這還蠻嚴重的，因為周遭人其實真的不太說客語，變得我其實還蠻遺憾，我不會說客語。所以說，那茉莉她有機會接觸到客語，回去跟阿公講客語，阿公就非常的開心。對，那他也會影響到我啊，像他在練那個客語朗讀，那我就阿妹試講一下一兩句啊。Oh my god！ 該記係英文，該記唔係客家話，太可怕了。講以後都乜該？各位評判先生。OK， 謝謝媽媽的努力。我覺得如果能多一點像你這樣的媽媽，那我們就很振奮，就看到希望。來，一樣，阿夢。我媽她是客家人，但是她不會講客家話。但是有時候我也不知道，她就是看到客家的東西，然後她就會突然興致來說，暗自 say 這樣來了哦。然後她現在在幼稚園教小孩，然後她有時候也會跟大家講說，大家我們來學一下客家話哦，暗自 say。對，我覺得她會的大概只有2句吧。對，差不多。她可能是想要給我動力，說學客語是很開心的事情。來，瓊瑤、張雨釗，是誰會說？我爸是純到不行，再純的客家人。純到不行哎，哇！因為阿公阿嬤都是苗栗的。啊，也很棒，也很棒，3位都是苗栗的。就對我也不會講客家話，但是媽媽會希望我學客家話，所以在家裡的時候，媽媽就會叫爸爸跟我說。你快跟張家宇講客家話，你不能讓他不會講客家話啊。然後我也沒有反彈，我也說好，反正多學一個語言沒有壞處嘛。對。然後結果可是爸爸就會說，哦不要啦，我不要，我講的客家話一點都不標準，你回去跟阿公阿嬤講，不要跟我講。但是可是回家之後，爸爸跟阿公阿嬤的客家話是很流利的。其實明明是很標準。對。我請教一下這個教客語的老師或是語言學家，就是。很多從做亞文言去改亞文寫，我不知道那是一個客氣，還是說，不標準的客語，我適合當一個傳承者，適合當一個教育者嗎？我感覺漢語講唔正也係講唔好，其實唔是這樣啊，因為我從細咩係老阿婆學，我爸爸媽媽講嘅同爭，唔講我爸爸媽媽同小同我講，我咩同阿婆學。告訴我漢語咩講嘅唔係講清好啊！我剛才就50分的暗號題，有很多的大哥大姐們，
一听到我讲这样的腔调的时候，他都会说：“你其他做行业欣赏，行业做讲唔標準，我搞乜嘅行業，看到其他同學做唔按用嘅法，按用嘅排聲係買油歌，即客家天師係波士門行業都波都唔好。哎呀，你們聽得懂啊？所以，你是同油開始嘛？你想去講，想去搞自己我想油按開始，你運動行業做得。超不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又不当，这又说到你的痛了。我们又不当主播，我觉得语言是一个沟通的工具。另外一个家长也在现场的，非常的棒。你客家哎，客家人，我们没有客家人。哦，你还没有你吗？其实要讲客语使用的状况，我觉得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其实像在台北，我是客家人，但是JJ爸爸不是客家人，所以一开始我们讲客语的。使用的状况真的非常的低，因为沟通不良。那JJ他们也是在小学以后接触了所谓的母语课以后，他们开始学了客语以后，他慢慢就有兴趣听阿公阿婆在讲什么，因为他听得懂。再来就是说，其实客语是一个很好听的语言，而且它很多语助词是非常好听的。JJ有时候回来会跟我说：“哎是猜哦。”光这个他的语助词，其实。我们慢慢的开始，我在家里会跟他讲客语，我们可能用一些玩笑，你是猜哦，又怎么样？就慢慢的有一些比较俏皮的方式，把客语带入了我们的家庭。另外一对，立马妈妈也在现场，立马妈妈，拜托是新竹的苗栗。哎呀，又是苗栗。我觉得一个情感的连接也很重要，因为我可能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大天发本啊，妈妈。阿婆我吞起讲客家话，对，好棒哦。对，那讲的时候，如果听到他用客家话吞起讲话，出来懂听。我说的好棒，不只是讲客家话，每天打电话给妈妈这件事情，我也觉得好棒啊，听起来好窝心哦。来，我讲一个现实的状况，接下来我讲2句话，不是我讲的，是一个语言学家，他叫做道恩豪尔。那我们看他讲的2句话。很尖锐的一个陈述，他讲说，为什么要支持母语？某种程度上是基于政治正确。那他再衍生出来说，就是因为这样，传承母语的责任就推给学校跟政府。来，我们回去那个数据好不好？我讲的就是这件事情。政治正确，大家觉得啊，一定要小孩一定要讲客家话，一听我讲客家话，那时候一听我不会讲客家。可是跟小孩子讲话的时候，他们做了什么行为，来表达他对客语的重视？或许有一些是不会说话，当然没办法跟孩子说。可是其实我们回到这个学者的话，他就是把这样的责任推给了学校，推给了政府。你以後再呀。告訴你一片有特別補充的嘛？你記法你有談過嗎？你用記法？可是也大家好年的人都對你用記法。对，好像是大家很不愿意面对的真相，可是它是真相啊！哇，确实是这样子啊，因为就是很多变成是一个操弄的，第一句话讲的是这样子啊，变成是被操弄的一件事。其实刚刚那个小欧们的分享里面讲到好几件事情啊，我刚刚第一个问大家母语，你第一个语言是什么？为什么会叫母语？是母亲的语言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你出生的时候你跟在妈妈的身边学的语言，所以它叫母语。那我们从学理上叫第一个语言。那如果你要进学校才去学母语，你没有觉得有点冲突吗？那个感觉不会觉得很冲突吗？我不是应该跟妈妈学吗？那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前面刚刚一直讨论过来的，因为它已经面临流失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学校跟政策，好像刚刚处长讲的，营造很多的这样子一个学习的环境。謝謝賴教授。你談到現場嘅教授補充嘅案度，其實我相信你嘅時候談咧對母語有當多嘅問題，對講過之後，我哋請教現場嘅教授，先嚟一下驗證出嚟。歡迎大家進到節目嘅現場，下半場開始從社會嘅問題來請教現場嘅世界貼片裏邊。睇一隻問題嚟看係馬莎嘅問題，少少講。因為本身我家的家長不會，然後他就不會講客語，然後要求我講客語。所以我想要問說，所以他們到底要不要學？
然后如果要的话，就是要怎么让他们，可能是有那个动力，或者是说要怎么让他们去学这个语言这样子。校委會目前係有計劃做係本燕市政府佢做哋來開課，開爸爸媽媽同成人嚟共下來學嘅安尼漢語課，像好比像屏東啊、桃園等等，佢有開安尼課程。除咗呢以外呢，其實學習客家有當多嘅方式。好比看客家電視戲嘅方式，嗰還有校委會有一個數位嘅學習嘅平台，很多哈克網絡學院。不過其中有一點，我知道親有效果嘅方式，還係秀秀，你就在教人爸爸來講好吧？可是其實我覺得重點是爸爸跟媽媽沒有那個心，就是對，所以說我也沒有想要強迫他們的意思，因為他們可能覺得他們自己很忙，沒有興趣學那個東西。來，除了秀秀，現場所有的小歐，由你們當做老師，你們在學校有學客語嗎？你們來教不會講客語的父母，這是可行的，對你而言是做得到的，請舉手。確實有一些小歐。我們看第二個小歐。其實問題係乜嘅？究竟學講客家話意義係乜嘅？敢有咁嘅必要？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，那也是一個大哉問，它的非常的廣泛。我覺得現在因為大家都在說國語還有英語，所以可能就是有些語言，就是可能大家不是很會，就只有一些人會而已，所以你說的只有那一些人聽得懂。學那種語言真的是有必要性嗎？其實以前就是班上都會調查說，哦，你是哪一個族群的人？是。那從我國小、國中、高中到現在，國小可能人還比較多，到國中之後，我有去翻資料，我們班只有2個人是客家人而已。哎，你偷看別人個資？我就去翻一下嘛，大概偷看一下。但是到高中之後更扯，我一個，你突然在那個班上突然大喊一句閩南語，可能就有人可以馬上蹦出來回你一句話。但是如果你在班上突然大喊一個客家語，他們想說你在講什麼鬼，他們一定都不知道講什麼啊。我們馬上問教客語的陳老師，學客家話意義係乜嘅？你教學生時，你會討論到這樣嘅問題嗎？學生嘅機會問啦，有個很，我剛才就想過，要用這麼嚴肅的角度來看嗎？有時候學客語，也許它是一個生活的調劑。或是覺得好玩，現在學科也已經證明說，有很多的學科研究證明是雙語跟多語是健康的。你們回去可以 Google 很多文章已經在講這樣，然後你也比較可以同時處理很多事情，就是 multitask， 比較可以處理很多事情。那當然你會比較有同理心，因為你有很多不同的語言，你會比較理解這些使用這些不同語言的人，他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，所以你就會有比較好的一個同理心。客語有很多的那個他自己的比如說聲母啊、韻母啊，甚至聲調上面是比較複雜的。那我在學習其他語言上面，我覺得客語給我很大的幫助。可是最重要就是你自己學習這個語言上，你自己有沒有帶給你自己快樂？我從小係阿公阿婆土台嘅，故說對我來說，情感的連接，情感的連接大於實際的功能性。謝謝阿忠姑嘅分享。第三條題目，你看到好聊行業，你想法度哈哈加公論，根本冇為所好講，沒有這樣的環境，用改善。阿公阿婆都會講客語，都是客家人，就是我每天都會跟阿公阿婆視訊。其實我會期望自己就是盡量跟阿公阿婆用全客語對話。那除了跟阿公阿婆講以外，就沒有其他人可以跟我講了。我也是，爸爸是客家人，媽媽是閩南人。然後我從小說閩南話的幾率大於客語，就連我回去那個阿公阿婆的家，然後他們也都是說閩南話比較多，所以生活中完全沒有可以就是練習我客語的環境。我真的只有靠演講比賽，然後還有跟客語老師學習的時候，我才會有跟他說客語的機會，這真的蠻難得的。OK， 來，我們他哈維飛亞天事情，
我一直困扰大家。成派当中冇講行業反應，所以今年其實今年的營業3歲好客家 BNP 政府有做一件事情，就講有個客家基本法嘅修訂，總統公布嘅。你話杜康嘅青春嘅精神就講我愛來營造一個講客話嘅環境，把客話做得轉到生活環境當中。你話就講客家人較多嘅客莊，像新竹、苗栗、桃園，客家話佢就可以作為當地嘅通行語言，所以唔到你客家人講超過1/2嘅地方嘅講客話，參嘅大家就會知道講，唔到生活當中。講客話係自然嘅。知道有一個動態嘅一個重點，就係講環境係做得來創造出來。我學了日文，我旁邊沒有日本人，也沒有人在學日文，可是我還是可以學得好。那這個重點就可以放回到我們在學客家話，去給它做得老客話顯好來，然後再去影響旁邊的人。像我旁邊的也很多朋友就會看到我的時候就會說。哎，阿忠顧哦，是吧嘛？對，他雖然只會這2句，大概只會這2句，但我就覺得說，哇，我有成功影響到旁邊的人。萬我夢一傳統小時間鋪總共就30，你呀可能20，所以下20還未收聽學教是教育現場，經常觀眾朋友取上收聽。以上是2禮拜節目內容，非常感謝大家收看，下20繼續收聽，小愛時間鋪，拜拜。